为虾米咱要点两支蜡烛？因为第一支蜡烛是代表，提醒咱上帝头放甲帮助；第二支蜡烛是提醒咱撒玛利亚甲伊丽莎白对弥赛亚要过来临的毋望。大家平安。提醒是将手机切咧静音，也是震动。咱安静心，准备开始今仔日礼拜。来咱着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下地极清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的手中，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伫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咱着鞠躬敬拜伊。
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即时，请用圣诗336首，俄罗专灵的主上帝来俄罗上帝，请起立因专首。请坐。这是咱用使徒圣，是嘞。这是咱用使徒圣经，请起立。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麦主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人来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啊！愿光归敬拜上帝，愿更新雅神新教会，那地这一天。请坐。
即时咱来启印，今日启印文是启印文第5篇，启印文第5篇是出自诗篇第8章。我来启，请大家印。上帝，阮的主啊，普遍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去做摇塞封闭地灵，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啥物？人算啥物？你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说较小较较低。你想，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这声上帝阮的主，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即时咱做伙来祈祷，请大家安静心。阮伫天顶的爸啊，创造天地的上主，带阮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名，少年你的慈爱甲恩典，恳求你的人光看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有安静的心，来专心敬拜你。全能慈悲的上帝啊，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带阮到你的面前，承认阮的过失，得罪你。独你知阮的歹，常常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上主啊，求你可怜阮。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倚靠你，求你拯救阮。阮求叫你的名，求你赏赐阮气力，会当趁效你的旨意。伫即个大港的期间，求你施出你的恩慈爱，阮的上主啊，阮的石盘。即时，阮也要学习你，因为你救阮的活命脱离瘟疫的死祸。伫即个世界瘟疫普遍的时间，阮真正要学习你，要感谢你，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带领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求你教示阮，知家己的软弱，求你的神提醒阮，互阮有一个清洁的心，定一个灵，日日行你的道路，在你的光明中间，互阮会当知影爱独独求你的义、你的国，互阮知影继续会当服侍你，宣讲你的福音，传播你的疼，来荣耀你的名。即时，阮将今日的礼拜摆在你的面前，求你降临阮中间，互阮会当有安静的心。嘛，照着吴牧师的喙教示阮，互阮听的、教的，拢得到利益。阮感谢你，感谢欧罗，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即时要来读圣经，上帝的话。
出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16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因为安尼，阮无失志。虽然阮外在的人渐渐渐渐的衰败，阮内在的人，内面的人却日日换新。阮所受即个暂时搁艰苦，若是要互阮得到袂通比的，搁较大永远的荣光。18节，阮所重视的，毋是看会到的，是看袂到的。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看袂到的是永远。以上愿上帝的话刻伫阮的心中。即是要来请社青团契来学老，因要学老的诗歌是你爱，你爱永不变。今日是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
吴树龙牧师特别来遮进道，伊个进道的题目是顾念所无见的。牧师，牧师，咱敬爱主内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日是迄个咱总会所设立即个退休传教者的纪念之日，也就是伫即礼拜总会希望咱通过即天，大家来纪念即个退休传教者因的生活包括因物质的生活迄是伫因伫现时因所拄到的种种的情形，会通对即个退休传教者的一个关心因为即个退休传教者就是讲年岁已经济需要咱兄弟姊妹大家，毋是因伫退休了后就安尼无该放袂记哩所以伫咱的总会内面，就是过去总会有一寡预算来帮助退休传教者以外，就是希望通过即个国教会的兄弟姊妹的关心伫遐奉献有伫逐个月内面也互因有即个生活的补助过去就是咱退休传教者退休了后，夫妇也拢有1万块的补助一个月后来咱的即个经济收入愈少过来就是即个退休传教者较济，所以对1万块变8000，变6000即马是目前是一个月补助5000对伫这是即个经费是需要咱的兄弟姊妹大家共同的关心，所以伫即个总会伊设立即日，也希望大家会通搁一遍，伫咱的生活内面也安尼关怀即个退休传教者因的即个情形，通过伫关心、代祷、奉献即个对圣诞节的即个进程将即个疼也安尼来纪念即个退休传教者所以咱教会林牧师特别甲我指名，讲吴牧师安尼即日你退休传教者你伫即天来咱教会讲道我说无法度甲伊提示所以我讲好啦我只有接即个工作伫遮徛伫咱的面前来讲道伫遮要来分享上帝话语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恳求你伫即个时阵临在伫你的会中，来带领阮的敬拜，来接纳阮对你的学乐、感谢、奉献。主，那阮恳求上帝你也对你的祭坛，将迄个热热的火来放伫你落宝的嘴，通来圣洁你落宝的嘴，来传扬上帝你活命的真理。祈祷感谢，我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咱早起对于咱所敬听咱的红长老伊甲咱所读这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就是咱身躯渐渐败坏，总是咱的内心要日日换新因为咱所顾念的也毋是看得到的，是迄个来顾念是咱看袂到的。所以早起我用保罗写批互哥林多的书信内面，通过伫保罗伊的信仰的见证，也怎样帮助咱三角来思考即句话对咱的要紧的价值第一，也就是伫咱今仔日的世界，也就是西方早时的哲学家
该分做，咱徛起的世界也有这个二元论，就是讲这个二元论，就是一个物质的世界，甲一个看袂到的世界，或是讲内心的世界，或是讲精神的世界，或是讲灵命的世界，咱看袂到的世界。所以就是讲有这个唯心论甲唯物论，伫迄个内面也有产生这无共款的主义，也是或是讲无共款的宗教的信仰，伫遐来产生。对伫安尼，就成做迄个人伊生活的一种的方向甲准则。咱大声，咱来咧讲的，即个。咱世界今仔日，咱所追求的大部分，就是讲即个唯物论。咱俗语有一句话讲，迄个眼见为凭啦，看到的这是标准。咱若是看袂到的，人有甲咱讲，你所信的上帝伫倒位啊？不你带来互我看啊！我若看会到，我就相信。所以，若是第一个无信的人，伊甲咱讲即句话时阵，你要安怎甲伊应答？咱真歹甲伊讲，讲我要从上帝甲你讲。所以阮伫读新人院的时阵，也有一本册，就是讲咱要安怎去甲伊应答？就是讲即个就是上帝伊的创造。互咱看见，伫种种的这大地的现象，所以我伫迄个退休，我伫迄个安养院，伫遐来工作的时阵，我拢甲这老人讲，你所看袂到上帝，我讲我要来传这个看袂到上帝，叫你来信，要安怎信？我就甲伊讲，这对伫咱。生活的这现象，我甲伊讲，人哪会体温咱讲37度，若较悬较低，就是较烧较冷咱的呼吸脉搏偌济咱即个宇宙的即个啥大地，有即个万有引力你物件迄起有啥落落来我讲你若无即个。迄个地心的即个引力，即个物件引力，咱徛拢徛袂牢，即个物件嘛踩袂牢，拢会飞来飞去。咱离开即个地心引力了后，我甲遐老人讲讲咱拢会飞，你敢知？伊讲是安怎会飞？讲你著看到电视即个太空飞到伫顶悬的时阵迄个太空火箭，迄人要出来外口行，拢用一个锁绑着咧。你若无你若离开迄个物件你毋知飞对倒位去所以咱怎会离开地面上会飞咧？我是甲伊讲，咱即马上帝互咱这物件，你看，踩会条这物件，我讲你即马，咱若是无即个地心引力，你即马船手囡仔，淡淡要甲船互搭，水会落来袂？袂落来咧，你这船咧水，毋知要安怎船互走出来？你迄边啉茶，讲茶摕来真好啉，你茶停来就啉落啊。我讲你若无迄个引力的时阵，水倒会倒袂出来咧，要安怎啉？所以我讲你伫这生活内面，你看上帝甲咱陪伴这一切陪伴这日头、月12，安尼12月安尼长西春夏秋冬这物件当时开花，当时。结子，互你这物件，我拢甲伊讲起，看袂到的上帝，也毋过伫这内面，你就知影咱的上帝。所以伫这个内面，咱有当时伫迄个追求这个唯物论的中间，物质的中间，咱真无法度去甲伊讲起咱的上帝是甚物？因为咱无法度摕互伊，所以我甲伊讲起。上帝将这万物互咱供给，咱对红婴生出来，咱拢空空，上帝伊拢无甲咱准备讲，
你出世了后，逐项拢甲你准备好啊。抑毋过，咱的爸母拢甲咱准备好啊。你要穿的，你要啉的，你要食的。咱无喙齿的时阵，是互咱会通食奶。即马等到有喙齿，咱就会食物件。这是上帝伊甲咱创造每一个阶段，这么的奇妙。所以，伫迄个追求物质的内面，因最济因无爱去相信的事，所以因就用迄个看得见的、迄个眼见为凭内面，因追求要安怎来得到更较侪物件来享受。所以咱今仔日最济伫迄个物质上的追求内面，咱讲第一，因就是讲要怎样互迄个物件来充满伫咱的厝，愈济表示好嘢。咱一般来讲五子登科即马五子登科讲金子、房子、车子、儿子、妻子愈济愈好伫即个内面，咱过去的来追求即马过来就是讲用迄个时间的速度，咱要来追求怎样来得到利益，所以有做济讲来投资啦。有诶要来怎样伫遐，互咱紧紧的时间来好业，要安怎紧紧好业享受？用抢的，无用骗的，偷摕。所以咱伫即个社会内面，随时有看见这人，讲奇怪，这人的头脑遐好，安怎去共骗？安怎有做这老师啦、法官啦、医生啦，什么？公司的什么董事长嘛拢互骗到安尼，讲寄几十万、几百万，安尼寄去互啥？互遐个诈骗集团。这骗的足紧呢，迄时间短，伊就通得到好业。所以咱今仔日坐坐嘛是安尼，毋茫讲伫短时间内面，我会通，互我来得到成功，得到好业，追求即个名利。即个钱财富贵，当伫即个内面，咱第三点，互咱想到的，就是讲，迄追求物质的丰富的结果，互咱就是人讲，就是即个寡钱咱就暴利，就是有即个种种的即个歹来产生。有诶，做囝儿的，安尼少会想。爸母的钱所以就是想办法要将爸母的钱安尼咱拢甲摕来。我最近我有即个高阳我较早伫高阳牧会有一个会友伊就来一篇即个代志互我，讲阮过去有一位兄弟夫妇拢是公务人员。一个伫检验局，这太太是伫迄个做老师，公务人员生活真好。伊有一个查某囝，也做老师，这个囝婿也是做校长，生活真稳定，真好过。有一个查某囝未出嫁，搁另外一个囝儿去中国大陆做生意。即马伫迄个顶礼拜，阮迄个会友伊讲起，迄个兄弟伊最近怎样咧？伊年岁济，耳孔拢无听到。伊个囝去大陆做生意咧，也毋知是做了怎样。转来将伊个厝，伊个厝是登记伊个囝，将伊个厝呢，甲买去。即摆即个囝是讲阮爸爸生活真好过，阮妈妈嘛生活真好过，阮阿姊什么逐个拢生活真好过，所以厝甲买去，结果即个兄弟咧，即摆阮教会迄个兄弟，煞无厝通住，年岁济，怎样甲带安养院，结果即摆即个伊即个太太咧，只有带伊未出嫁迄个查某囝。两个安尼搬出去，因为迄个厝已经买去所有的家具嘛是拢差不多通讲归零清空
安尼带伊的即个查某囝出去，两个去共租厝，安尼对伫遮，我会感觉讲，到底即两位夫妇大家安尼生活真过去嘛，感觉足安定的、足快乐的，无受到到伫年会即个阶顺，伊的囝儿呢，煞将伊的厝甲买去变成伊的厝变安尼分裂。迄个伊即个老爸咧，只有去住安养院，老母安尼甲伊查某囝出去去人租厝，啥物物件拢无去啊。所以对伫遮，互我感觉讲真艰苦心。伫咱今仔日的社会追求伫即个物质的内面，所以社会就造成种种的败坏。所以对伫遮，咱咧想讲咱毋通。要怎样追求伫即个好的享受的名利？为了安尼，咱看咱的社会就产生这种种的暴力，夫妇或是亲情，即个亲子的关系，也是人甲人的关系，只有啥用利伫遐来做标准定，伫遐来看人伊的好歹定。伫迄个美国，有一个作家，伊将即个美国有3个总统来甲伊比较。伊讲第一个总统华盛顿，第二个尼克森，第三就是即个川普。这3个总统内面，即马美国即个即个记者，伊讲第一个华盛顿呢，伊讲一句。伊什么呢？这华盛顿伊讲，我只有讲真话。伊讲只有讲真的话。这尼克森呢，伊讲我不敢说真话。伊讲伊唔敢讲真的话。这个川普呢，伊讲安怎呢？我不知道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所以伫这个内面这个美国的这个记者来描写这个情形的时阵。伊要甲咱讲起，咱今仔日的世界内面，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这做咱爱应该遵守的规律？有时我看到讲的法官，我伫高雄，阮有一个会友，有那老师退休，伊的囝，伊的新妇做法官，我有一遍伫食饭的时阵吼。伊讲吴牧师我咧讲，我的囝吼阮的新妇做法官是恐龙法官。讲伊吼，伊的囝新妇讲做法官是恐龙法官。我讲是安怎你安尼讲？用乌兰判，用伊吼，定来改冤家。咱看侪过去讲，将老母头壳甲剁起来，甲迄个楼骹歇落，法官讲甲判无罪啦，讲伊精神病。顶下讲你火车底杀人的，讲杀死警察的，法官讲甲判无罪，讲精神有问题。咱来想讲，这个伫过去敢有可能法官会去甲判无罪？今仔日侪讲无罪，因为因精神有问题，所以侪犯罪人因拢讲。因为我有精神有问题，所以安尼伊要做啥物歹代志，拢袂要紧。所以伫即个内面，互咱看看到遐判案的时阵，咱心内嘛足艰苦。啥物款呢？讲杀死一个无要紧啦，杀死两个警察嘛无爱袂死啦。所以有侪杀死两个、三个，讲嘛无要紧啦。所以为了这个。要抢劫啦，杀死爸母啦，杀死什么？将这个火烧种种暴力，遐个法官咱这个社会内面讲，无要紧，你敢做？凡是咱台湾会保护恶人啦。所以侪诈骗集团讲你外国的，等下甲咱台湾落飞机了，法官讲安怎呢？释放，迄也毋是伫咱台湾发生的，无要紧，无骗咱台湾人。所以咱若看到讲哇，侪迄
迄诈骗集团互送去大陆，哦，我心内讲拍拍手欢喜。为什么？因为若去大陆了，因为判刑，迄诈骗集团真重，所以大家拢要安怎争取讲啊，我会通转来咱台湾审判。对伫遮，互咱想着讲，当咱伫遐追求即个物质的时阵，因变成无恶不作，什么歹代志拢做，所以有咱圣经讲的，伫迄个末日，咱就无亲情啊，咱会种种的败坏伫遐来产生。但过来啊，我要讲的，就是讲保罗伊伫即个哥林多后书4章16节了后。伊针对的要甲咱讲起，咱为什么来顾念迄个看袂到的世界？啊，我常常真爱读即个圣经，就是希伯来书对伫迄个11章、12章。希伯来书11章伫遮来甲咱强调的，也就是信。咱对伫即个13章了后。咱有看保罗甲咱讲信望爱，一个基督徒，咱看信心啊，咱望爱心，迄个咱所看袂到的内面，总是通过伫迄个信心的望啊，甲咱的所听内面，咱要怎样来显明一个基督徒伊真正的生命甲伊的品德？咱对于这个信心的内面，保罗伊才甲咱讲的，信就是迄个看袂到的实在，啊，是迄个啥未来啊所要实现的这种的标准。当保罗讲起这古早人啊，伊摕一个啊，这信仰的伟人内面来甲咱讲起，这人因虽然伫迄个现实。因无法度所得到因所应允的，总是因要看见迄个未来，上帝怎样甲因陪伴，更较好的所在，就是天顶的城。所以通过伫迄个信仰的内面，保罗伊将迄个历代的这伟人因的所行所做，伊直接来勉励咱，怎样就来信靠。咱的上帝，牵调伫咱的主，所以咱伫迄个诗篇23篇，大比你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一件。当咱对伫上帝的信仰内面，你要怎样上帝伊的带领，伊的帮助？啊，当我读到伫即个出埃及记的时阵，我看到这以色列百姓因出埃及，迄个就是这10步的男丁，算咧，敢若会通出征的，对20岁以上有60万。啊，若敢若对伫即个20岁以上的10步的20万，60万。啊，若是遐较济岁，啊，搁遐老人，即老人查某人囡仔莫算，平均就是讲咱大约差不多有200万。但伫这200万的人口内面，伊要对埃及啊，伊要迁徙啊，要去到伫这个迦南地顺，咱来甲想，迄个物质的供给是偌济？啊，咱若要做兵。啊，阮一摆伫迄个桃园，阮要移防，啊，到伫迄个台中，啊，阮安尼行路爱行3工，对桃园啊行路行到台中3工，结果呢，后壁的车吼，哦，都爱载偌济的物件，吼，即马伫迄个无论是遐要载水啦，啊，载菜啦，载米啦，因要煮食，吼，我咧想讲，敢若安尼，迄个阮安尼一团也要出去的时阵吼，啊，迄物件就几车的拖拉机咧载，啊，咱想讲，
一团几千人，若是几百万的人，要安怎供给遐食物？无正做啊！因只有对埃及地逐人所有的这物件炸咧处理啊！咱伫圣经中讲的，因要怎样食迄个无干饼今要食，今要走，就处理啊！伫迄个物件，因要准备什么偌济物件？因出去的时阵，总是上帝啊！伫迄个旷野200万的人中间，因伫遐供给因的食物。所以，咱伫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内面，就是讲，咱无咧看环境，咱只有看上帝伊的手，伊的掌权。当咱对这大笔伊会甲咱教示了后，咱知影，伫咱的对伫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内面，你怎样伫遐来信靠，你伫遐来相信，所以耶稣基督伊勉励咱。无你看路，你要食什么、穿什么，独独就是怎样？伫遐恁爱伫遐来行，伫迄个上帝的听，上帝伊的义怎样来甲主相同行？当对即个咱基督徒的信仰内面，咱有看见，徛伫咱的行道，对即个信望即个听，最后咱。保罗所甲咱讲的，咱要追求迄个永远的活命福气。腓立比3章第13节、14节，这所勉励咱的是啥？我们要立志，咱要定一个目标，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到啥？上帝伫耶稣基督所调咱的想，是这个啥？永活的福气。所以，咱基督徒，咱追求的，就是一个望，是一个天顶的福气的中间，伊的保守。所以，为了安尼，有侪人甘愿放下所有的享受。我有看见一篇文章，叫做“我要回家来拯救灵魂”。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一个黄胜雄。我毋知咱捌听到迄个门罗医院伊的院长。这门罗医院院长伊本来伫美国，伫匹兹堡大学伫遐教册，伊也是医生。伊一年伊的患者就是讲有几千个，也是迄个一年伊是迄个脑神经外科的专家。伊也是迄个雷根，迄个当时总统，就是讲随身的这个医生。伊一年的收入就是讲300多万的美金，300多万。总是这个门罗医院这个院长1990年前迄个美国，伊要退休要回美国时，伊叫这个黄胜雄回来接。黄胜雄随时讲好，我要回来。结果伊回来一个月，伊的薪水30万。伊一个月30万，总是用20万伊奉献。伊讲我10万生活有够家己驶车出入送患者关山海边庄卡家己咧走。伊讲我要抢救咱的啥台湾的灵魂。伫伊的信仰内面，伊甘愿安尼来放下这一切。所以对这，互咱看见，伫一个基督徒伊的心智内面，伊毋是掠这个看会到的，伊伫遐来追求，因为伊要怎样？咱伫圣经所讲的荣神益人。美国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建筑师设计家叫做劳斯。伊讲伊所看的迄个美国建筑上水的，倒一间，互恁了倒位？伊讲迪士尼乐园。伊讲这迪士尼乐园设计，伊伫伊目睭所看的是
世界上准的、上水的。即马即个就是即个建筑师啊，即个设计师伊所讲的，为什么讲这迪士尼乐园上水？因为伊这迪士尼呢，伊所设计、伊所计划要做的是啥？伊就是要互人得到利益。伊毋是讲伊趁钱啊，伊毋是要安尼讲哦来夸耀伊自己的财力。伊讲伊就是要互人得到利益，特别是对儿童、对囡仔。所以伊内底所设计所有一切呢，完全伫迄个为了这个小朋友来设计。所以伊即个迪士尼呢，伊呢到伫迄个侪的节日啊，侪时间呢，伊拢去到伫即个迪士尼乐园伫遐来招呼这个小朋友。伊伫遐来屈落家己，甲这个小朋友学熟啊，抱这个囡仔啊，甲面伫遐欢喜，甲面伫遐佚佗。所以，这个设计师伊就是讲，这个就是伊怎样来尊重人，甚至啊，伊尊重小朋友，来服务小朋友。啊，伫几年前啊，我有去参加这个英国。这个海外的宣教的迄个体验营啊，阮去到菲律宾啊，这个菲律宾啊，这个就是闽达纳尔啊，阮去到伫这个闽达纳尔所在啊，这个所在是迄个回教岛的地区。讲恁去袂使笑哦，不能笑。女孩子裙子呢？一定要穿甲安尼，会通爱到迄个啥骹盘的所在，吼啊！恁袂使迄落啊。所以伫即个内面啊，因伫遐来，即个宣教师去的时阵啊，伊放一寡影片互阮看，一路拢安怎口罩拢今仔日戴口罩捂起来，剩2粒目睭互阮看，因为因惊讲，即马这影片啊，互遐个回教徒看到，因会遭受生命的迄个威胁，所以伫即个内面，总是这个宣教师有偌济啊伫遐来施食啊，互人掠去，互这回教徒掠去斩头，因欢喜伫遐来做。啊，我有一年啊去到伫即个参加迄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啊，伊海外工作啊，阮去到伫迄个中美洲瓜地马拉。这个瓜地马拉啊，我有看见，就是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这做这传教者，因去到伫这个瓜地马拉的所在，迄个所在咱来看啊，非常非常的贫穷，比咱台湾这原住民山地更较贫穷。因住伫迄个番麦，用迄个玉米番麦所起的这个厝内啊，伫遐来生活。我讲啊，即摆若点蜡烛啊，若厝都烧去免啦，用烧去佫起啊，哈！因食的差不多拢食啥？食番麦。去到伫迄个所在，因的海拔拢超2-3千公尺，足悬足悬的山。因拢食番麦，啊，佫来咧种迄个啥咖啡。啊，因所种的咖啡啦，啥物，拢互遐白人甲剥削。用真少的钱甲买去，啊，因安尼因就才有得到遐物件，啊，通啊买菜买物件来生活，啊，普通因生活一直拢食番麦，所以我咧看见迄个囡仔，啊，迄个囡仔吼，啊，十细汉仔，啊，较大汉的囡仔，饲细汉的囡仔，迄个滚迄个番麦糜，啊，甲煎，安尼甲煎，啊，煎甲规喙规胸感啊，我咧看讲，哎呦，啊，因就是当。对红婴仔、囡仔囝长大了，就是食番麦糜。啊，当然，敢有法度有啥物营养，啥物？所以伫即个内面，啊，即摆我要讲的，即个宣教师，因入去到伫迄个内面，因要甲伫遐，啊，甲面对遐生活，啊，甲因翻译，就是要做圣经，翻译圣经，啊，伫遐即个查某的即个宣教师，
伫遐就是教因这查某人这卫生啦，是啥物家庭的遐创啥物物件甲你教遐物，因完全就是牺牲到伫迄个内底。即摆阮要离开的时阵，阮就甲伊讲，goodbye，拜拜吼，讲再见再见。结果阮迄个领队甲阮讲啥？不要说再见，什么时候你们会再见？无可能嘛！伊讲只有讲啦，上帝与你们同在，保护你们，照顾你们。所以对你遮阮就是讲，无讲再见啦，因为因出去了，就是亲像咱早时宣告书来咱台湾，因要死要死伫迄个所在，因默默无闻将他们的生命因伫遐献身伫迄个所在。所以当咱看到这一瞬，互咱想到保罗所讲的今仔日已经有侪见证的人，亲像云来包围咱。咱要怎样？就爱来追求甲主的好的亲密。咱要怎样来为了主来做好的工程？所以保罗伊伫哥林多的书信内面所勉励咱的，讲弟兄们，你们要竭力保守，不动摇。要怎样常常竭力做主的工，尽力咱做主的工，因为咱伫主的内面所做的绝对不是突然，因为上帝要照大人的所做，伫遐来报赏伫咱。结论我要讲起这个苏东坡苏轼伊有做一篇文章，大江东去，浪淘尽。伫遐来讲起这侪过去这掌上人物，但今仔日因伫倒位拢亲像大水，一直拢流去。伫迄个中国，咱有一本真出名的册，叫做《红楼梦》。这个《红楼》是表示迄个官府因的生活，《红楼梦》。结果伊即马即个作者伊讲起一篇，迄个内底一句话真值得咱思考的。伊讲大家都知道神仙好，但是金钱忘不了；大家都知道神仙好但是就是功名地位忘不了咱的妻儿忘不了咱的前世忘不了即马伊是讲起。大家都知道神仙好，就是讲多少痴情父母，怎样来为了囝孙呢？当底下来尽力的孙，但是今天就讲孝顺的子孙谁见了？对你遮这个作者来甲咱讲起的，伫迄个过去的世界到今仔日的内面，咱看，当咱追求这的时阵，最后。亲像苏轼这个苏东坡所讲的，不过是啥？就是讲伫迄个荒草淹没这黄土一堆内面，咱的人的世界到尾是甚物？所以当咱年老或是讲要去到安养院的时阵，我就看到侪要来住安养院的老人呢，身躯只有住寒啥？一个两个塑胶袋这就是你所有的一切。到你年老，什么东西怎么样？有无？你有伫遐无？完全没有。干那只有两个塑胶袋安尼来到伫迄个安养院。即马呢？出去了后呢，送出去只有一个翁细细的互厝摕转去。所以这就是我们来伫迄个一个生命的历程的内面。所以保罗甲咱勉励，要怎样？就是咱大家伫迄个外体，我们渐渐衰败的时候，你的内心要怎样日日换新？要怎样伫迄个看袂到的世界内面来追求上帝互咱永远的报赏？伫你所做顶面，要怎样荣神益人，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奖赏？咱上个祈祷。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互阮今早起伫
配有传教者纪念主日的时，阮来通用上帝的话语，阮彼此来三勉励。主啊，阮今仔日所追求的是甚物？阮就是要领受主你互阮永远的报赏，互阮会通伫主你面前来甲你同徛起，也通互阮手所做的来成做千万人的祝福。主，那你赐福伫你的教会，阮将南洋教会恭恭敬敬仰望主。无论是林牧师，是阮的长执兄弟姊妹，我要怎样来建立伫一个地面上的天国？有主你徛起，有主你伫遐来固守，亲像上帝你手中所举的金节台，大大来高举荣耀上帝的圣名，也互人来得到利益，来充满主你恩惠之爱到永远。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这时，咱以信息222首来回应上帝的话语，用专首请起立。请坐。这时要来奉献，请吴素锦执事、简秀梅执事来施献。
遐济。即时要来读今仔的即礼拜的经句。即礼拜的经句是出自《彼得前书》第1章24到25节，请大家做伙来读，请。因为圣经有记载，人拢亲像草，因的荣华拢亲像花草，草会干，花会谢。总是主的话，永远伫地。这是传互恁的福音的信息。愿上帝将伊的话刻伫咱的心中。即时要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第5页，会得看到报告的事项。本周是退休传教士奉献助理，感谢吴树龙牧师代表总会平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来请安报告正道。第2项是11月28小会有一个决议，接纳取消2005年12月23小会的决议，要请新的长职接受私会的训练。另外每礼拜5，请新的长职会当来参加私礼的训练，只是都会照所有的新的长职拢会排日礼拜的即个程序来私会。11月28长职会嘛有一寡决议，头一个是接纳11月份收支的月报表，第2个是接纳圣诞关怀分组的进度。这分组的进度小等会报告。第4项我就请大家过目，就家己看，迄时班新的同工。嘛请团契开始准备后一季，就是2022年1月到3月的聚会的内容甲安排。要伫12月22前交互办公室来做后一季的迄个行事历。掀过来，请大家看请大家嘛准备大团契拢来准备年度事工的报告。整理2021年决心甲事工的报告，2022年预算甲事工的计划。因为咧年底会做迄个后一年度的预算甲事工的计划，都爱拢每一个团契拢会当将伊计划拢交出来嘛安排年度环境的整理、事工报告详细请大家看甲迄个电子档咧12月20到教会的电子信箱第7项是小会，因为顶礼拜有选出上尾2位的迄个职事所以小会就爱公告2022年到2025年后一届的长老甲职事。我来读一届，长老是庄芳美、曾正公、曾碧光、张淑芬、冯玲慧。职事是尤佩瑜、方美珍、吴承安、李恩清、李恩新、陈文南、曾建民、曾子祥、简秀梅、魏庄训。第2项请大家团契也是有司库请注意今年官校的日子是12月26因为末年的元月初1是礼拜所以阮一定爱咧礼拜前官校来甲所有的钱存去银行所以请大家斗3工你有存的钱拢爱交你互庄芳美执事所有的收支
收支凭证、现金账甲分类账吼，嘛爱咧1月初9交转来教会，吼教会关小，所有的小算到12月28，吼，第4项是，因为干事都没有休年休吼，所以伊年底有几工咧休困吼，请大家有代志是提前吼来甲牧师讲，吼，也是来拜4到拜6来处理啦，吼。过来有3、4项的代志是外口的吼，一个是南洋区会，是咧12月12下晡3点啊，咧苏澳教会吼，有一个南洋区的圣诞联合礼拜，吼，啊19有一个本教会的圣诞感恩礼拜吼，啊因为这礼拜有洗礼，所以想要洗礼的兄弟哦，请甲小会书记曾碧光长老来用吼，因为12月11吼，按时就即礼拜6吼，有一个迄个问道会吼，来准备成人洗礼，也是见证礼吼。啊，礼事的按时吼，有一个圣诞泰泽烛光晚祷告会，哦，请大家来参加，吼。啊，因为11项吼，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所以小会甲中执会有决定吼，今年无办晚会，啊，甲遮的钱甲精力吼，来用来做关怀，吼，关怀有3个，一个是弱势独居会友，还有长辈，甲更生团契的家庭，啊，个社区的需要关怀的，所以伊有分组，吼，头一组是社区中低收入户，召集人是简秀美执事，吼，这毋是讲干那中职的参与，你有兴趣的，你就当参与伫一个组内面，啊，甲因配搭，吼，会当去拜访，因为我看迄个名单吼，中低收入户咧接这边啊，有差不多10几间啦，吼，所以需要很多会友来一起参与，吼，我们把圣诞节爱在圣诞哈，用在关怀弱势。啊，第2个是天使树的这个更生事工哈，召集人是庄方美执事哈。这个有5个家庭哈，啊，这个你要参加哈，你首先爱甲庄方美执事报名，因为这个拜访关怀哈，爱受训，啊，因拢是更生人的职。所以你爱知影讲你安怎讲，吼啊。第3个组是教会独居弱势的，这是由陈慧丽长老来召集，你要参加嘛会使，甲慧丽长老来登记，吼啊，邀请会友吼，这个咧圣诞节这期的中间吼，你会当将你的听分享给需要的人。啊，剩的联导会活动我都无搁读啊啦，吼。啊，牧师毋知有要补充无？来兄弟平安。大先代表教会多谢吴树龙牧师来到伫咱的教会。虽然讲伊拢伫咱教会做礼拜吼，但是咱嘛真欢喜伊来代表着即个退休传教士的即个。来迄落请安报告甲讲道吼，搁一摆多谢吴牧师。咱嘛真欢迎仁理牧师嘛伫咱的中间吼，伊嘛是拄好退休吼，所以嘛伫咧咱中间吼，来甲咱参加即个退休的即个关怀吼，所以咱嘛欢迎伊来。咱头拄有特别讲到，就是因为咱对昨开始吼，就每一礼拜，若毋是拜6，就是礼拜日的下暗7点到9点半，拢有迄个圣诞的音乐晚会，迄个暗会吼。这是咱伫咧规个即个宜兰县的所有的即个联合事工。昨是伫咧圆山
伫咧圆山仔的公园遐的音乐台伫遐来办。咱后壁佫有煞遮，佫有迄个总共有3场。后礼拜六是伫咧即个罗东，佫过来会伫咧宜兰市的即个市民之声广场，甲着后来要伫咧即个咱宜兰迄个宜兰市的即个运动公园吼。所以伫咧即个活动的内面，特别要来因为即个陪弹是需要训练，所以已经训练了。你若是游玩有兴趣，请你来我报名，因为是我负责即个部分吼。那因为若无参加陪弹跟进的训练，无法度伫咧迄个会中来做陪弹。过来就是咱伫咧即个23拜4，咱即个大会有要求，咱教会会通好有至少10名以上的即个安尼打扮成牧羊人或是羊吼。咱教会嘛有准备一寡迄个圣诞的灯饰，会用互你头饰啦，是戴伫身躯顶的，才会迄落吼参加伫咧即个游行的内面。上主要就是要来互咱宜兰市的遮个市民若是去感受到即个圣诞的气氛，嘛要帮助因互因会通了解迄个圣诞迄个婴子圣囝耶稣来降生的迄个意义。也所以期待咱因为伫咧拜4吼，所以期待咱若时间拄合会好势请咱就来参与吼。所以迄天是拜4，所以请周氏小组会通好来暂停来参与伫咧即个游行的即个行列的内面所以请咱来即个注意嘛欢迎咱所有众兄弟你若有迄个你咧关心的兄弟会通好邀请伊来参与伫咧即个26号礼拜日延暗7点到9点半的即个音乐晚会互因有机会会通透过着安尼迄个见证也有机会来接触着福音以上的补充报告。即时要来祝福的公道。公道以前我要请大家提出你的牧会函因为教会周报内面拢有印一个牧会函今日我要公道的顺序就照牧会函前面的即个来做一个大家公道先带大家来关心教会关心社会，关心所有的代志请大家做伙来祈祷。主，阮天顶的爸阮求你的怜悯，因为全世界拢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主特别是这个岛屿，阮感谢你，互阮的政府官员会当用心，互阮会当自由自在。虽然外口大风大雨，毋过阮会当安心来做礼拜，来敬拜你，嘛会当咧范围内做正常的生活。阮真正很向阮的感谢，感谢你，互政府会当继续用公义、用怜悯的心、慈善的心来看顾咧这个岛屿顶悬所有的住民。主，阮恳求你，阮嘛恳求你看顾全世界，尤其这个新的病毒 Omicron， 造成足侪人的惊吓。我也毋知影要安怎，虽然阮有机会会当注射疫苗，毋过我也是咧心内有惊吓。求你互阮，求你的神甲阮伫地，互阮会当公众壮胆，愿人拢尊你的名为神，互阮会当放下心内的惊吓来응你，因为阮知影你是创造的主，所有的事物拢是你创造的，所以你是医治的主，唯有你会当解决这个疫情的代志。阮将阮所有的
头前的路拢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引带，恳求你的看顾。主啊，阮也感谢你，互阮有一间教会，来用教会，你才会当来做礼拜，来敬拜你，会当来服侍你。主啊，我也感谢你，互阮顺利有新的种子选出来。主，阮将因拢摆在你的面前，求你看顾，求你的神甲因支持，来引带因，来看顾因，互因知影，这个服侍是毋是为着职务，是为着你，是为着荣光你的名。主啊，阮恳求你看顾所有新人的种子，阮也恳求你看顾要退任的种子。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保守因来教会的时间，感谢你，互因有快乐，有心志，会当服侍这间教会，服侍这个社区。主啊，阮也恳求你保守因退任以后的生活甲心志，会当继续无咧职务顶悬，啊，毋过会当继续来服侍你，继续来陪伴大家行天路。主啊，阮恳求你看顾因。主啊，阮也恳求你看顾教会所有信代的事工，互阮所做的会当利益人，会当荣耀你的名。主啊，阮将所有的事工摆在你的面前，互阮会当有够的恩典，有够的快乐，来完成这个圣诞的事工。主啊，阮也为着教会身体无爽快，有软者的会友来向你恳求。阮知影，唯独是你会当带阮行过死荫的幽谷，因带阮到安静的水边。主，阮将因拢摆在你面前，恳求你的神甲因支持，互因咧困难中会当知影讲，你是唯一的倚靠，你是唯一会当带因行过这条路的人的神。主，阮恳求你看顾因，引带因，保守因，互因会当紧紧恢复健康。主啊，阮感谢你，互阮有教会会当来敬拜你。阮也愿意将所有的快乐来服侍你，来荣耀你的名。阮也来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要来，是的，这时要来上吟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上吟了，请牧师祝祷，请起立。天父，阮感谢你，阮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你搁一届来帮助阮，互阮会晓去牵条迄个看袂见的，因为看会见的是暂时，看袂见的是永远。愿你的神不断来带领阮，引带阮头前的道路。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同啊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阿门。
列岛避讳。